熒幕前嘅你呢，如果心入邊一直好向往住喺呢個歐洲小鎮啊、地中海度假勝地嘅生活，其實呢就唔使搭10幾個鐘飛機飛去外國喎，喺香港近近地嘅愉景灣呢度完全可以俾到你啊！生活原來係可以咁嘆嘅。位於喺愉景灣北嘅交通樞紐同埋來往返中環碼頭邊嘅意圖，可以係整個愉景灣嘅最後一個海景嘅地皮之一啦。但好多朋友咧就問我啦，喂 Kenny 呢度冇地鐵喎，真係嘅，呢度確實係冇地鐵。但我會話，如果你嘅人生目標係日日逼地鐵爭分奪秒，日日忙到嘔嘅話咧，呢邊可能未必適合你啦。但如果熒幕前嘅你喺追求緊一種慢活啦，呢一種寧靜係用幾多錢都真心買唔到啊！坐船25分鐘直達翻呢個中環，雖然我哋冇地鐵啊，但係呢種離地欣賞住無盡海景、矜貴同埋寧靜去打拼嘅地方嘅感覺咧，正正係各位老闆啦同埋各大 CEO 最渴望嘅隱世感啊！住喺我哋呢一度咧，你個鄰居咧全部都係最頂級嘅國際專才，而且我哋呢度亦都有最國際化嘅客網，國際學校基本上林立到成個愉景灣都係噶啦。喺呢度嘅生活，你會發現咧，你嘅小朋友講英文咧仲流利過你講中文啊！香港海景相信你睇唔少啦，但係咧我哋維港入水口海景你都睇得到啊！但係去到我哋維港口出水景，然後再流向呢個大地最寧靜的海，你有睇過未呢？今日我哋身處呢個愉景灣呢個位置，真心不得了啊！大家望一望，我哋身處呢個位置咧，愉景灣北啦，以往咧就冇咁方便嘅，淨係陸路出入啦。如果我哋出入翻中環嘅話咧，咁可能要特登去翻愉景灣南嗰邊再搭船出去20分鐘到達。但係現時咧，我哋樓下呢個位置開咗個新碼頭噶啦，平時嘅時間咧，我哋就直接喺樓下搭船出去20零分鐘就可以去到港島區啦，非常地方便啦。而且我哋呢邊咧，但係仲有一個歐陸式嘅露天式廣場啦。喺呢邊呢個位置，飲飲食食 supermarket 日常買嘢所有嘢全部齊晒啊！而且喺樓下列位置咧，亦都有的士站喎。如果要出翻市區嘅話咧，直接樓下搭的士咁就 OK 啦。室內單我哋暫時未影得住啦，所以睇唔到啦。但係淨係感受住呢個陣陣嘅高氧山景景觀、海景，再加埋呢個曼克頓景觀，已經夠令你轟動啦！我的天啊！而呢個全香港最有度假 feel 嘅藝術級豪宅意圖現正推出啦！究竟有幾正呢？ Kenny 3言2語多啲估就感受唔到啦！即刻約 Kenny 過嚟睇睇究竟發生咩事啊！如果需要更加詳盡嘅資料，記得評論區約 Kenny。記得關注建議房產，下次見。